恐怕還不至於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有月儿陪我就好了。是。妹妹，我此时此刻才知道，出家为人妇，进入秦宫，竟是刀山火海。我前几日跟你说的那番话，并非混热之言。一来，我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身边就只有你是我的亲人。二来，我也知道妹妹的难处，你我姐妹一场，说不定到最后连个辞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更何况今日之事，更是让我心灰意冷。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你跟着我，只会继續吃苦。姐姐莫把前程看得太淡了。这次害你之人能得手，只缘他們精心策劃，而我們毫無防備，加之秦王遠在咸陽，鞭長莫及。等姐姐安全進了秦宮，有秦王的庇護，一切就都會不一樣了。只怕你要不在我身邊，我恐怕自己會少了許多主見。姐姐吉人天相，妹妹若不能日日守在姐姐的身旁，也會時時都為姐姐祈福的。这條官道叫武官道，一路經商縣、藍田，直到咸陽，大小城池都很繁華。小冉不想去商縣、藍田。那你想去哪兒？小冉想去趙國、齊國，去看邯鄲到底有多繁華，去看邯鄲的人到底有多優雅。怎麼會讓那燕國人一心模仿，連自己應該怎麼走路都忘了？我還想去看傳說中的稷下學宮，去登泰山。孔子說：“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哎，去燕國，去燕國也可以。聽說燕國那邊冷得能凍掉鼻子，會不會大冬天那街上的人都沒有鼻子？好，葵姑跟你一塊兒去，咱們去邯鄲看美服，去臨淄嘗美食，再去燕國看那些沒有鼻子的人。好。我今日覺得好多了。就是身子還有些酸痛。我看公主的氣色雖然不比在咱們楚宮的時候，但比剛入秦時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俗話說，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抽絲，還得好好養一陣子才能真好。